我只是一个佣兵，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吕将军，只要你带我走，我便是你的人了。公子，她不是你的女人吗？有感觉的不只是我，对吗？吕布，她是我的，你敢？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就跟你走。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他说什么？喂，你听见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小梦，你……走了。口中刺。